今期我哋嚟到距離順源5分鐘，距離中環就對面嘅幸福君悅府，117方4房係帶入戶花園定制鞋櫃，帶裝修帶產權車位，再免6年物業費，同我啱啱所講嘅執揮，意味住就12萬嘅首付，月供2900，你就可以睇呢間新規戶型117方，冇走廊位，實用拉到8%。廚房側框吊趟3聯動，你明3聯動嘅含金量，打開雙手都出入自如啊！名廚有窗，吊櫃地櫃安排到位，標準3件套，雙層隔音中空門窗都係標準。呢度嘅領導講過一句話，質量呢2個字體驗喺材料。就攞門窗玻璃嚟講，你大力整翻幾腳爛咗，額外有獎勵。嘿嘿，都唔知係咪想做我局？有興趣嘅老闆可以試試水。大裝修慳成本嘅重災區係廁所，嚟睇睇呢度，好多樓盤嘅鏡櫃洗手盤都係得一半，呢度直接拉滿，岩板材質搭智能馬桶，窗灰色衛浴3件套，話呢隻款式質量 OK。房間冇遮擋採光唔使講，有興趣嘅老闆記得關注私信我或者評論區發個耳仔，資料打包發晒俾你，祝你發達話咁易。幫手點個讚，隨手入千斤，數錢數到手抽筋，24小時5一格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。天雷滚滚我好怕，偏要浑身要炸炸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